头家，请问敢讲有雅辉？有也会啊，无安尼，歹势。哦，头家，你煮饭会去无？来啊！唔正够咧，你头过是外地是啥呢？啊，佫食到拍哩，佫熟悉死，佮最近敢若有趁哦，啊？无啦，头家。人才啊靠装咧，你衫穿穿的啊佫有像人咧。拜托咧，我本来就人啊。你是咧创啊？我看起来啦，你爱找倒一个？乌雅辉，乌雅辉？这拢是旧的啦，乌雅辉爱等后一批哦。哦。天王，啊是你哦？先生，我今仔目头角角安尼，是对你袂爽快。无啦，阮内面坐啉一茶，吼。来，啉茶啦，心情放较轻松的啊。你最近是安怎呢？我看你敢若真郁准呢。即边我有写书给哥伦比亚，已经过4个外尾啊，唔知人敢会采用咧。原来是安尼先哦。哎，你的歌词吼，哥伦比亚不但采用哦，佮甲你牵偌大篇的广告呢。你讲啥物？哥伦比亚要发行我的歌？是啊。这就是啊，乌雅辉，作词周天龙。最近要发行啊！最近要发行啊！你都毋是歌词第一摆去用采用啊，很哪有人欢喜啊呢？先生，你唔知啦，这条歌有伊的特别意义啊！我因准赶袂到这边哥伦比亚录音，足郁准的啊！先生，是咧啊，我先来走啊。是咧，你好，有啥物代志哦？麻烦你啊，我找你的本业部长进场。哦，好，你小电视啊，我来调。来，面请。乌雅辉去盘，过几工就出啦。啊，妹夫去找你，你就来啊。我本来叫是赶袂赴录音啊。处长，多少？这是吴雅辉。是啊，真好听哦。男是因为土桑吼，伫土丘规暝无困哦，安尼做曲，无这条歌啊，唔知伫倒咧。多少？感谢你。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唱乌雅辉的顺顺小姐。顺顺小姐哦，伫土丘安尼无眠无日一直练习，咱这边哦，才有法度完成这条歌。顺顺小姐，感谢你的牵心。无啦，是你牵线我啊。来来，咱坐坐。后摆哦，你若要写歌词哦，拜托你较早摕来，无阮大家哦，拢要互你补习啊。是咧啊，互恁操烦啊。家在哦，这歌词写了真好，真有感情。我头一摆看到，就足有灵感的。若无时间安尼短，我嘛无一定写会出来。这条歌我确实用真重的感情落去写的。哦，是安怎？这条歌你是毋是在写一个熟悉的人？查某囡仔对无？一个对路风顶的查某囡仔。你咧土丘录音的时阵，土上就甲我讲，
这条歌是咧写一个真可怜查某囡仔的心情。邱长，你是毋是希望这条歌死掉了后，这个查某囡仔会当找到伊的爱人？我唔但希望伊会当找到伊的爱人，我更加希望这条歌会当改变伊的命运。拢互道长摇着。哦，看袂出来，秀长是一个多情兄哦。古雅会的作家开箱见的社长，这就是古雅会的作家秀长。シュートを申します。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柏野です。よろしく。秀长拄仔搁咧甲阮讲哦，古雅会的故事是咧讲一个坠落风尘的查某囡仔。そうか。かわいそうな幼虫な物語が。いい宣伝方法できたんだ。咱是毋是要办咧讲话堂？いや、今度は違う方法を使います。阿高，有看到存小姐？无呢，无看。部长，你今仔日看起来足缘投的呢，敢若亲像百货店的无底路共款哦。好啦，那老莫遐搞话啊，平时你咧讲毋遮。部长，啊，你要去倒？带你去放送局啊，毋是道长要陪我去？伊念伊有代志啊。因牵手讲哦，身体无爽快，较顶后伊要陪伊去病院。哦，有要紧无？听讲是有心啊。哦。哎，你是小姐啊？小姐，你这歌真好听诶。哦，多谢。你足水诶，比新妇纸紧管一寡较水哦。多谢。两位歹势，阮还阁有代志。啊，是嘞，你是无闲啊？他咧，等下去啊。阿高，道长，什么代志？保留你走。拄走尔。这个报阿婆，因袂记早，你紧上去。好，我随去。ようこそ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台湾一の女子歌手ジュンジュンさん。部長、私はコロンビアの代表です。台北放送に宣伝できることを大変感謝します。現場でジュンジュンさんは歌っていただくことを台北放送で初めてのレコード歌手ですよ。どうも、光栄だと存じます。楽隊を用意しております。ジュンジュンさん、どうぞ放送室にお入りください。ここで歌うとすぐ放送されますか？ええ、そうですよ。啊，迄落舞蹈会甲破咧。啊，我袂记得早，我即摆随转去摕。袂有啊啦，这部马上要放送啊呢。我马上就转来。部长，你陈老师叫我送这过来，互你。啊，是先生做代志较紧急。谢谢。
谢啦。莫紧张啦。纯纯小姐，我咧讲本节目安排。等下我会介绍互听众朋友今仔来的歌手，介绍完我会搁甲你访问，访问完的时阵，你才搁讲即个客盘故事。小丽们，准备好无？准备好啊。麻烦你带纯纯小姐去落面先。是。小姐，接请。准备开始放送。准备开始放送。咱要开始录啊！开始录啊！各位台北放送的听友，大家拢知影，这一年来，台北有几间客盘会社对引进当家流行歌谣，引进到家己制作台湾本土的流行歌谣，像《月夜秋》《望春风》《跳舞时代》，一推出拢真受本地人欢迎。这3首歌嘛捌伫咱本节目放送过，真侪听友拢真落落，可见流行歌谣渐渐受到大家欢迎甲重视。今仔日真难得会当邀请到这黄帝歌曲的女歌手，就是哥伦比亚的纯纯小姐来到现场。等一下，咱要请伊现场唱伊呾推出的这首歌，叫做《吴雅辉》。纯纯小姐。纯纯小姐，欢迎你来到本节目。你好，各位radio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顺顺。顺顺小姐，你敢知影你即摆是全台北少年查某囡仔的欣赏甲学习的对象？哈？敢有？是安怎讲？我听无你讲的意思呢。因为因听过你唱的《跳舞时代》，因即摆拢是要甲你同款学唱歌甲跳舞。是安尼啊。纯纯小姐，你即摆新推出的这块雨夜花曲盘，听讲有一段作词的故事啊。是。雨夜花是讲一个酒女的故事。伫个南部有一个真单纯的查某囡仔，伊离开故乡，来到台北，要找一个甲伊有婚约的爱人。想袂到，伊找到了后，才发现，原来伊已经甲别人结婚啊！这个查某囡仔伤心失落。伊无面转去故乡，嘛无法度搁伫大都市生活。后来竟然坠落酒家，去陪人客啉酒。伊的命运就亲像一蕊足水的花，受到风雨吹落，受人糟蹋，受人侮辱。所以目屎一直流，安怎拢流袂停。歹势，来，这杯来，啉落来。我。